師傅，我想問一下你個人的一些，你是怎麼樣走上了你現在從業的道路？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有沒有哪一件真正的那種很神奇的事情，給了你啟發，或者是給了你鼓勵，讓你很堅定的做這樣的一個行業？其實咧，我係學玄學咧，其實係12歲已經開始學噶啦。呢個玄學裏面嚟講咧，就包括係譬如話奇門遁甲啊、紫微斗數啊、四柱推命學啊，即係八字啦，咁啊文王卦、鐵板卦等等，鐵板神數呢啲，我已經12歲開始學噶啦。但係我係喺呢個係本科裏面嚟講咧，我係主修經濟，同埋我哋係學位裏面嚟講咧，我碩士學位咧都係主修呢個經濟等等樣。就喺我個職業嘅生涯裏面嚟講咧，我初開始係做一個老師，咁啊做一個中學嘅老師啦。後來咧，我係最收尾嗰份嘅工作咧，就係即係喺做全職嘅玄學師之前咧，我係喺大學裏面咧教授經濟學嘅，本身係會。但係點解我會而家係變咗個全職嘅玄學師咧？因為我係12歲開始學呢個玄學，我覺得呢玄學咧呢套學問裏面嚟講咧，係我哋中國嘅文化咧係博大精深嘅文化。咁有我哋中國有5000年嘅文化裏邊嚟講咧，呢個係玄學裏面講咧已經存在咗4000幾年噶啦。春秋戰國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有奇門遁甲啊，有其他嘅學問啊。喺春秋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呢一個風水學，亦就係飛星嘅風水學啦。喺呢個戰國嘅時候，已經出現一個八宅嘅風水學。所以咧，我哋中國嘅玄學裏面嚟講咧，係源遠流長。咁我就覺得咧，如果係我有機會能夠將呢啲學問裏面嚟講，盡我少少嘅個人嘅綿力，既然我學咗咁多年啦，如果我係傳授翻出去，或者甚至我將呢啲玄學裏面嚟講咧，服務社會，係為其他嘅所有嘅朋友有需要嘅人咧，去即係諮詢我嘅時候咧，去幫佢解決疑難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，係咪？所以喺我喺做呢個大學嘅即係教授嘅時候咧，之後咧，我就毅然跳出嚟做一個全職嘅玄學師。我本住個心態話咧，所有嘅人佢哋有緣去揾到我嘅時候咧，有疑難嘅時候咧，我就盡心去幫佢解決疑難。我能夠幫到人嘅時候咧，都係我人生裏邊嚟講係好似一個即係一個責任感、使命感咁樣。學咗咁多年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就變咗而家嚟講咧，一個全職嘅玄學師啦。